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初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国伫台湾周边军事演练，台海局势犹原是真紧张。国防部公布到初5要暗暝5点为止，中国拢总有68台军机、13只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军机是下过中线49界。国军嘛发布出动飞弹系统应对。有学者就警告讲，中国伫亲门大号是挑工要甲这条海峡的中线准做唔捌有。共军继续伫台海周边军演，两岸局势犹原紧张。国防部初5表示，到尾暗5点为止，有68架次军机、13架次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初5暗时，空军进一步表示，其中有49架次强机是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中线以东。国军严密监控敌情状况，各罕见出动岸地飞弹系统来应对。到妖拐洞洞时为止。中共有68架次的军机，13艘次的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频密的活动，其中的部分逾越海峡中线，严重的破坏台海现况。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严密的监控敌情状况，除了在第一时间广播驱离，并且运用了空中的侦巡兵力、海军舰艇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如果未来我们可以把它具体化成新的防空识别区，就把现有的海峡中线变成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意思就是说，只要它跨越这条线，那我们就立刻警觉，而可以采取有效的反应的行动。为学者示警，共军一直超过海峡中线，是想要拍破两岸共识，和海峡中线消失。建议国军修订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海紧张局势无降温。国军继续维持排定训练，台东志航基地永兴高教机甲 F5战机初5拢执行训练任务。花莲基地 F16下晡时飞向南平。伫前帅马祖东引指挥部展开进行排定的中义操演，进行夜间飞炮射击。暗过朝鲜车都结束，就传出西引地区山坎出现火势，除了东引消防分队出动，国军也派出兵力协助拍火。另外，导火原因还去调查。纯就看到很多炮放在那边啊。真济火炮进驻茶城向海花，国军因应2度弹炮射击训练，天雷操演，提前做好准备，也和外界甲共军电子照台做连接。另外，阿帕奇战斗直升机甲无人机也进驻恒春机场。对中国央视表示，共军将美军航母雷根号逼提几百公里，美国白宫回应航母打击群依然伫区域内底监控情势，佮透露美军最近会穿过台湾海峡。The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and the ships in her strike group will remain on station in the general area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We will conduct standard air and maritime transits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in the next few weeks. 美方强调支持台湾各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甲开放，也用行动证明中国抵抗南海战略态势。甘地计划也表示，美军至少派出7架侦察无人机飞向台湾周边海空域。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有国安基金护盘，金管会嘛当咧评估要实施有史以来第5届限制放空的措施。一寡民众因为当咧看市面，都先暂停买卖。昨台股开盘就反弹，指数开悬行悬，落尾收伫15036点。另外有风声讲，何氏的副董事长听见中有参加总统蔡英文甲佩洛西的参会，引起中国的不满。何氏伫中国工厂放停工，不过何氏对外表示讲，中国厂区营运一切正常。这条大家做伙的翕相，就是初市中道总统蔡英文伫台北宾馆先午宴招待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家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也有何氏副董事长田建中，拢是贵宾。不过也因为出席午宴，外团何氏真侪中国肉店，首张唱出会，互中国海关查内一直刁难。和硕的顺利的在大陆厂能够出货跟生产，其实攸关大陆下半年生产跟出口的表现啊。如果是属实的话啊，它就是要放出一个讯号啊，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
好消息发布，重大信息来澄清，强调大陆厂区营运是一切正常，并无停工也是停止出货代志。不过，富时股价马上来反映，收盘61块，盘后1.59%，收伫62块。美国呢，未来还是有可能继续升高对中国的一个技术输出的管制，就是说它不太可能在高科技相关产品投资方面呢，进行一些打压。另外，台股是无受到军演利空的冲击，一开盘就起100点，盘中上悬指数来到15041点，中场收在15036点，起333点，成交量2027亿。台积电股价也开盘行悬，中场收在今日上悬价516块，起16块，一天期待增加4148亿，总期待达到13兆3800亿，带动台股重回15000点的大关。未来不排除会祭出限空令，这个也激励多头的一个士气啊，这个资金又重新归队。分析师表示，台股未来起势也是要看美国的表现。另外，若是台票对美金贬值幅度若继续扩大，也加速资金来抽离转向买美金。长期观察，台股的趋势是向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电的创办人赵兴成昨开记者会，批评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演练根本是流氓行为。伊嘛宣布要捐30亿台票来推动国防教育，嘛呼吁台湾人年底的选举千万唔通甲票转予认同中国的候选人。将捐出30亿新台币，大约1亿美元，来协助加强国防。霸气宣布捐出差不多1亿美金。联电政府董事长赵兴成表示，无为名也无为利，30亿新台票，关键用途初步想法用来办战国防，佫希望有更较侪人来响应。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提振民心士气。出版反对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专书及各类影音创作，开发反制中共对台网攻及害侵活动等等。伊批评中国唱秋军宪动武是流氓行为，佮讲照即摆军宪应看清楚台湾有3种人，有头教派、导航派、统一派，因为年底选战应该将票投予对台湾认同的候选人。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仿冒成一个正常国家，所以今天我们台湾人说要跟他统一，你跟谁统一呢？你跟流氓去统一？你跟那黑社会去统一吗？这些统派人士啊，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今天选举大家检验这些候选人，他对于这个台湾认不认同啊？如果他认同流氓，认同这个黑社会组织啊，不要把票投给他。伊阁表示，联电过去也捌投资中国，毋过对华经济前景已经过去，后摆只会愈来愈落车。台湾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地位，有过5到10年来没有伤过大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台北市的 U-Bike 伫半暝掉到铁马，有民众投诉声音伤大、伤吵。交通局是回应讲，若准 U-Bike 设站伫主题区内底，就免伫半暝调度铁马。刷落会甲 U-Bike 公司讨论调度的规范。刷落来是中国时报，厝家县阿美罗教育部统计全国学生人数上济，台大、高科大、辅大、淡江、文化、成大这6间大学的市科位啊，套房的厝税拢比去年悬，其中有的是起超过1成。落尾是联合报。主计总处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36%，连续5个月拢超过3%。在外口需要的所费一直在冲悬，年增率是6.76%，创14年来上悬，真有可能会有关这几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行政院昨宣布新的人事由数位政委唐凤担任数位发展部头一任部长。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指出最近真侪政府的网站互骇客攻击，利用电子荧幕放送假消息。行政院表示，唐凤的数位经验真丰富，会回头来处理。那这是超过过去单日最高供给量大概23倍哦。
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境外盟军连续攻击台湾公部门网站的情形，所谓政府长方伫政县记者会说明者也不进行，为落实国家数位转型，行政规划新设数位发展部，整合电信、资讯、治安、网络甲传播5大领域。立法院去年底3读通过组织法了后，所谓政府长方一直被看作是部长的接班人选。即摆行政长苏贞昌确定核定长方出任第一任的部长。未来唐部长将致力于建构数位服务跨域的协力典范，以及促进跨国公民科技与资料民主化的共同发展。行政也宣布，政务处长人事一个由现任一卡东董事长李怀仁担任，已经是苏贞昌幕僚协助建立催暗实名制，进行3百元系统。另外一位是阳明高大电机系副教授阙和平，过去做国发会亚洲设计计划前组长，负责部联邦治安甲人才培育，协助规划强化治安防护。外界关心未来亲像境外盟军攻击台湾公部门网站治安情形，是不是都是向司法部通报了后进行处理？那这个治安署负责相关的治安的工作，但是在院级还是有由副院长为治安长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那相关的检查、通报、政策的形成，也会在不同的院跟部级去来推动跟实行。司法部要伫27挂牌，未来下卡会设6个署、2个署，而且设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对未来所谓正规的接任者甲司法部相关人士，行政强调人事会伫确定了后，伫适当的时机，搁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特委初4开始军事演练，另外嘛放送假消息，要影响民众的认知。网络 PTT 论坛就有人咧讲，佩洛西来台湾访问是咱国的政府摕9400万请来的。外交部虽强调讲这是假消息，嘛当咧追查是啥人咧黑白讲。不过骇客入侵网站的情形嘛真严重，昨昏高雄市环保局的网站就出问题，规个网页拢是中国的国旗。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连3天军演用化敏感的时阵，所有 PTT 小号访以及196，伫初4早起发文指出，是台湾开9400万互公关公司游说佩洛西访问台湾。外交部严正否认，社会主人初4暗时也到紧急报案，表示小号互人偷发文。那在昨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有名男子到我们新民派出所报称他 PTT 的账号遭人盗用对，我昨天晚上有去报案，其实有点吓到，因为那个账号就是真的是以前学生时期办来看一些游戏或是动漫、卡通的那种资讯的。外交部转予警政署承办，防制假信息传播。不过警政署发现，网络各流传中国政府要为台湾撤侨的假消息。这个信息是从屏东刘姓的兄弟转传出来的。涉案的姓刘的兄弟，测试到屏东县警局自首，讲消息也是为网络群组转达。警方怀疑源头可能是一名中国籍的女性来的。除了假消息，满天飞骇客也搁发动攻击。这摆目标是高雄市环保局饮用水网站。测试暗时9点，官方网站被打中国5星旗。经我们初步研判，这个入侵的 IP 是来自于境外，目前只是境外，没有办法说厘清是哪一个国家。其他政府官方网站也互骇客攻击，台电被网络攻击数百万摆。外交部也证实，政府英文入口网加外交部官网为初2侦测到中国俄罗斯等地 IP 连线攻击了后，初4中昼半暝加初5透早，拢侦测到境外网军恶意连线攻击，相关每分钟只有7000多万摆。经过我们紧急的抢修，外交部官方的网站在同一天就已经修复完毕了。这上述现在目前2个网站都是正常的运作当中。敏感的时阵，警政署 M-Police 等警用设备所告将警政署回应是基防防火墙设备升过旧，不是骇客造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全世界高资的病例已经超过26000例。美国的确诊病例嘛超过6600例，是全世界上侪的所在。美国卫生部初4宣布讲，甲高资列作公卫紧急事件。另外，印度伫初1通报头一个高资的死亡病例，目前确诊的人数嘛一直在增加。
因为高岛爆发，加州继续紧急状态，所以荷兰夫妻成立临时诊所，和较危险的族群做疫苗。After going through COVID, I don't want to be susceptible to anything else that could hurt me and also disfigure my face or body. 美国高岛确诊病例数目前是全世界上多，卫生部伫咧随时宣布，将高岛列做公卫紧急事件。而世界卫生组织7月23宣布高岛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到2礼拜。When you're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ve officially declared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you might be able to move money around more easily. 美国总统拜登伫催日任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代理署长本顿担任北京协调指挥官，负责应对高岛爆发。美国目前总病例数有1/4出现伫纽约州，并且已经伫咧顶礼拜宣布紧急状态。This includes new dosing strategie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doses by 5-fold. So we went from 6,000 to 80,000. That's why we now have 1.1 million vaccines.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的资料，今年全世界有超过26000件确诊病例，包括60个国家。另外，印度伫这礼拜出现第一件高岛死亡病例了，确诊数也开始增加。南部的克拉拉邦有5件病例，而首都新德里也通报4位阳性患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中国为初四开始军演，范围包括基隆平嘉树附近的海域。伫伫平嘉树顶头驻守的海巡气象站等等的单位，有18人暂时无法度出入。气象局长戴明典表示，目前岛上的人拢真平安，物资嘛有够，唔免烦恼。一张相片看起来真平静。这个所在是伫基隆东北方60公里附近的平嘉树，也是气象局伫全台湾上北边的观测站。不过，中国这几天伫台湾四周围海域进行军演，范围也包含平嘉树四周围，难免互外界烦恼平嘉树顶管驻守人员的安全。周边左右两边或者东西两边都有划定演习区啦，但是它中间还是有个通道。彭佳屿基本上作业上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真正我们在运补上出问题，大部分都是台风或者说一些比较激烈的天气现象。平嘉树是北方沙岛唯一有人登记驻守的所在，不过四周围海域因为中国军演，差不多无准假航行。气象局是讲，目前平嘉树顶管有气象站、海巡甲灯塔人员10个。另外，还有4个外北的维护抢伤人员，4个台大甲中央大学的研究生。民军每15天会配上一个物资，初二拄完成补给，所以物资也真充足。有询问过从昨天到现在，生活都一切是正常了那我们其实有跟海巡站那边军演前一天就有讨论过如果有发生一些危急危险的话，在码头附近是有一个观音洞它是有一个防空洞的作用了所以可以到那边避难。平嘉树气象站主任指出，后一届物资运补的时间预定8月18，只要军演时间无变长，物资都未欠缺。目前岛上气氛未真紧张，请各界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国内总增加21577个本土病例，中重症98例，死亡个案54例，今仔密西的个案阁增加5例。另外，国内目前也有280万人是一档疫苗拢无注，指挥中心呼吁民众爱赶紧注射。国内新冠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五新增加21577个本土的病例，中重症98例，54例死亡。上届少年死亡病例是2个40多岁男性，6万性的病史，分别有做过3档甲1档的疫苗，为着了后因为共病关系的计薪。跟上个礼拜5的22983例的话是降低了6%，那这也是我们持续维持我们国内本土病例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另外也新增加5例儿童密4的个案，年龄在1岁到9岁，有3人住一般的病房，1人已经出院。这个5岁查甫囡仔住院了后，因为低血压，人分期转到9号病房来接受治疗。最近国内12岁以下儿童重症总计151例，密4有84例。使用免疫球蛋白跟升压剂治疗之后，病况目前比较稳定，目前仍然住在加病房当中治疗。指挥中心表示，今年总计中重症是21523人，死亡数总共8283人，死亡率0.18%。虽然这阵国内新冠疫苗头1档注射率达到90%，第2档也86%，不过到这阵为止，也有280万人也未注过任何1档的新冠疫苗，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53万人。
的以色列的研究哈，它看起来在打了疫苗以后，在1个月之内有上升到差不多2倍左右。另外，最近民众收到线顶申请确诊者5万块补助金的不明简讯，甚至附网址来诱导民众点击甲输入个人的资料。指挥中心讲，这是诈骗的信息，提醒民众唔通相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头拢是侪份好天，高温32度到35度，南部甲东部可能会热到36度。来看温度。这2天太平洋高压变强，全台湾阁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透早台南、高雄、屏东、宜兰甲花东地区发布柑仔色的高温警示，可能会热到36度。若大台北地区是黄色的高温警示。其他所在嘛拢是侪份到好天，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不过东南部到外岛的偏湖、金门较高落准雨，过道各地头嘛可能会落西北雨。接落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